再来，咱继续关心下晡的总统电视辩论。三个候选人伫互相质问的时，是由一个人提问，另外两个人回答，包括两岸议题、放散争议、废除死刑这议题，拢是因对射的焦点。2024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30下晡2点登场，互相提问阶段，赖清德首先询问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毋是互相隶属？要消灭中华民国的是民进党，也是共产党，也积极对手主张内阁制是毋是要甲总统虚伪化？两岸一家亲，我在2015年就提过，这只是对大陆方面表达一个善意，就这样。我说我在这个善意上，大家可以继续交流，把这个去跟什么一个中国什么一直在扯上关系，这就是典型的穿凿附会嘛。我们主张的9二共识是在中华民国宪法，所有的共识都在这个宪法底下，所有的内阁制是大家有共识，修宪往前走的一条路，这才是我们联合政府的之前，我们先做准备，未来朝内阁制。侯友宜焦点放伫废除死刑的议题，除了搁再讲支持死刑立场，也指出台湾有8成民意支持维持死刑，反对废除，爱对手表示反对也是赞成死刑。我本题提出重新加刑的说法，马清德是讲庭事爱严格谨慎。台湾现行司法在死刑执行上有一套非常缜密的程序，很多人不希望废除死刑，我理解大家心中的不安，但我们仍应回到问题源头来改善。最好的刑事政策其实是社会政策啊。死刑不管在大陆、在台湾，甚至我现在在华人地区，这是有文化基础的。可是要面对世界的这个压力，怎么办？你知道啊？我目前想得出来折中方案只有一个：如果真的要不执行死刑啊，那就真的要终身监禁，不能放出来。茅山的争议也成做公防的焦点。郭文特解说，老爸买迄块地是希望讲有一天伊登去新调做新德病院院长。感慨这侪年来人生的遭遇，就是无法度来符合老爸期望。赖清德讲万里公寮交付，讲伊信托就是伊的心意。原来侯友宜是强调，自头至尾拢是合法的缴税。阮某遐财产拢是继承而来，从头到是合法，也缴税，也所有都有规矩。什么99个门牌，那都是一个合法的建筑物，大家可以去查嘛。矿区内的房子是没有法律可以遵循，年久失修，故宫来修建，这个是必然的结果。我已经交付公益信托，这个就是我的诚意。郭文特也对客观中民案件林志坚论文抄袭，也个高端疫苗向赖清德提问，赖清德回应，伊暂时应该爱公开合约，因为人民有知影权利。为一场总统辩论会落幕，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有计要伫2024年元旦下晡2点举行，争取选民的支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